界，and then 就安尼呢，一起去拉家家哈，离开嘅家庭几十次就俾我成百次就，and then 徐占平嗰啲拉家家哈呢，大家去讨价，and 这讨价係咁正，咁令佢哋昂看咗。哎呀，这个人安尼重任，人看好嘅完全有重任嘅人，and then 嗰啲昂中嘅看咗，真正重任，伊无讲挖来挖去，白来白去，游来游去，无一步倒卡一正卡，一正，and then 你看，真正handsome，这里像个一个正昂，清气。and 一讲得无乱做 ，and 你行的是头切，and 你看伊行路真正mindful，and 你看所看，上个嘅上古作等一看你是打呢，and 你看伊讲这个人唔是平常人，这个人是极好嘅人，and 你有一定咧都去查看，唔知是硬光，还是人，还是白行。dan ilang ijata会这个点，你看伊去考价，你对伊去，伊去做，那是有影人伊食，那是无影人伊考价你讲扑一点无，所以人查讲互佢听，伊教个一个所在伊食，咱王在讲这个讲，所以这个王小弟去找这个菩萨，但佢这菩萨伊讲。You are so young， 安尼少年，看唔是平常人，你像王正呢？他们说你来做安尼哦，看过是知道都唔少。像咱这边讲，我听到你教你无是无，我听到你做赶出无，我听到你生意失败你扑街是无，所以讲啊 ，not for anything， 我叫你来。该淡薄嘅啲啊，都唔是讲我下面我今日出街就是我看到达人尖叫可海，有人带我来出事了病来我老来我，你讲啊，张哥啊，你唔通老啦，你袂下面我好食，你袂我今日下就在我好食啦，你话是自己老。张哥啊，他们说你做工，他们说你家带，一本家带，一本工，一本做，都你看，发病就来。人家你讲我张哥啊，你背下面我好你食，你唔通老啦，一老，你人讲去 supermarket 去食不什么，食了睇不到听 supermarket 你要找针文，讲啊，不到啊，你唔通加路啦，听台湾对去厝再来挡了，你唔通去做乱我决定啦。落你来吸慢佢啦，你流西落地陷阱。所以你上高唔是路嘅物件，你敢讲路嘅，唔是路嘅。所以啊 ，and then 你看，後頭再講啊，是無路安尼又啲出嘅，無安尼啦，你來做我好路嘅國家一半，我就邊邊曬啦，往前一邊，我好路嘅國家一半，你講。伊讲，这个物件，我阿爸本是往来，伊个家伙本是我的，这个家了我买，但是我要退，我要来出来，是要找这条路，安怎离开苦海？你看伊真正心力真正强，所以讲好啦，到你来爱呢，你去找个路，但是拼我一行。你来找到这个路，你就要到对来讲下我听。未来伊成道了，伊去讲互边边沙拉王，所以我教这边意思啊，然后过一句我过自己刷咯，这个问题就是几哪礼拜自己吃了参一些安怎去关，未来去的时候你看真啊亲啊，每个讲渐讲故事卖，你听一看较亲的物件。都教这边我所有不识，现在是咱的这个我是讲佛的历史第二代来，这条经我想就要差不多12、13载了。
所以今日我讲这个第二题，都会是我顶个礼拜我讲啊，这个咱会是达到太子离开世间，啊离开这个伊王宫，然后伊出家，去修这个行要找看一条路，安怎样我会走出这个生老病死？咱伊拄着一个王，就叫做宾比沙拉王。这宾比沙拉王在伊王宫看出啦，看讲这个人安尼庄严啊，伊行一步，伊看差不多是5-6卡基。这个5-6卡基，伊无讲挖来挖去喏，伊行真正庄严。咱你看了王落来，坐台车落来找伊了讲来听讲。看了人啊，就是啥官顶的人，咱讲真啊这项了，讲来听讲啊，来最好你来参加我来换这个国家，我本来国家就两边，你这边我这边，伊讲伊买，了伊就讲我是这是这个撒迦利是人，撒迦利是这个啥讲，那边本是王牌，那边我会打，噶那是做王，我离开世间，就是要来找一条路。咱有就是王渐渐去想讲，你来啦，来这隆重我好路。特别安尼去想啊，嗰啲世间的物件，隆重啲快乐的物件，实在是上个无常，未来是苦。看了结尾来，大人起口。咱那啲老咗啲点声人追扑起来，这个就是讲啊牛气，像个人讲大啲魂啊，那啲吹来甲吹去。这个快乐的物件，无论讲你大啲天顶，还是你做人啊，安怎样不好你未讲谈着这个10分的满足。像个一炮灰安尼啊，伊渐直产了，你看你产你直下炒直多，伊直多，咱拢未讲教啊未，伊毋捌甲你讲教，伊直爱个直爱。你讲像个你海啊呢，你看你大海，天顶是落雨，江达几百千条的江直流落，你大海，你海个讲无够，所以这里啊满。地谈这个满足心，咱来想看，这个世间的快乐啊，结尾啊，一个人若是只爱快乐啊，伊袂讲10分的快乐，伊伫追，伊若是追的点啥，伊所做的物件，人不应该做，伊爱做，人就讲做的物件，伊唔爱做，这个就是讲啊，这个牛气的做人呢，做伊唔知这个物件。这个拢总有这快乐的物件，实在是正就要开钱。你看一个人好嘢，伊直开，obtain by toil， 就图就做。咱你若做甲拢总你10分的成功，这个快乐走去了，放下你一人。所以世间的物件，虾米快乐的物件，是上个暂时的物件，足用的物件。你来想看，像个咱大地这边世间，正咱大地世间啊，像个大项是咱足用，还是讲起来像个客栈啊呢？真正一人定是有做好，特别今日有做好，伊来大的客栈啊，叫做 first class 的客栈，关顶的客栈，你大关顶的客栈，直直地地地路，你无你正地地地路，你大啲关顶的，你看无正真正亲个路，你来爱虾米物件，那恁跑一后买落好啊，你看，你真是有做好，无是OK， 那恁噗，伊去做了，咱亚路是悄个好路安尼，特别今日你看真正这人真是做无够嘅好。今日你来看，伊谈的，伊大客栈，唔是 first class 的客栈，叫做 fourth class 的客栈，最下贱的客栈。伊对你的人虾米啊？即古白跑，即
บ่本钱也无好，像个 waitress 呢无好。你叫讲darling，当我泡只后买落好路，啊好啊子，伊安就讲，你不要家己泡啊，自己咁搞啊呢呐，那你要泡是家泡就好啊。所以你看无啊 ，first class 甲 fourth class 是对治倒落来，对治这个保持落人来笑看，将至落人有福气甲无福气。And 这个阿毛人啊，伊名是 Edwin Arnold， 伊写一条经啊，about 这个佛的历史真正好听。伊讲啊，真一个人啊 ，Who die a prince will be born a new slave。讲一个人啊，来出世是太子来，去到落看汤啊，可以行，但是伊不要做好，搞不要做安怎样？后世娘娘唔使去个到落，后世娘娘。Born a new slave， 过出世，去到咯做查某干老仔，无猜路是太子，他哪路做老仔？俺今日来到这世间做咩？我做乞食，但是我行路得道，我无乱做，我无闹人，我无拍笑，我有当时无通食，我看人口甲无通食，我本有保持，有当时我食了，我看到这虎虾。嗰啲即个港鱼无通食，我本淡无可以食。你看，今日伊是查某干，后世年来伊要做王子王孙。所以这个 Edwin Arnold 真系出名，伊写一条叫做 The Light of Asia。佢这边伊讲嘅就是安尼，嗰啲即个世间是即个人啦，你会晓看破，会晓放，你就是想讲啊，在你福气。佢这边你在到底这个福建嘅在来有一条叫做丹那巴拉苏达，这里就是啥物啊？这里乌龟，这里这条乌龟啊，这里人啊，古时伊是真正好嘅人，伊特别，伊啲节神有这里会上啲节神看到这里乌龟啲龟，咱这里节神嘅会上讲，咦，虾米物件来？这里乌龟我是讲。我是丹那巴拉，你要载我出去，你去啲这个所在叫做丹那巴拉嘅所在。那边我是做食体，了那是王，那是叫我要搞一王嘅聚会。你要载无我按照好嘅，我那是搬厝啊，甲牛车对我金甲银嘅物件。今日你看。55年了，我离开世间，我唔捌看到一粒米，甲唔捌担到一滴水。所以伫这边你看，无彩你是一个大富翁，一下啊失败，甲3败55年，无一粒米，甲无一点水。所以你看世间啊，大伫这边啊，真实是真正冒险。所以我今日本是离开这世间，就是看。世间的物件真正冒险，安怎冒险？你看，大啲山面啊，伊人讲落，你内边你掠落的时候，你就去头 music， 你听到 music 啊，伊拉晒一跳 ，especially 这个 blando， 咱这边叫做唔知，这个叫做就会落。你来是听曲啊，有当时伊人说要跳，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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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听着哒哒哒哒，伊知讲是个落有字了，伊人对。所以讲你看世间的物件，这个字就是落，伊听虾米伫掠伊，这个曲伫掠伊。你知无？咱本是想啦，你想起来，咱本是想咧，对到尾来谈了尾来是互人看就掠。咱本想啊就会。网镜你在网是红下，头滴你看网这个虾真正来咯，早起甲暗，少年甲老，渐拖，我有当时嗰啲山，我就啲要野，到时来去照这虾，你看半暝本啲做工，啲家啲吹。无虾米通食，伊这个土咧摊到这个白下墩的物件，伊夹一弯，我也唔知啥物来，伊夹一弯对住去烧。咱早起拖到暗，少年拖到老，拖到尾来了，伊较烧解会交热了，
伊生死了，伊会笑了，笑了后面啊，伊生死了讲啊，死有了，我要出来背，那路阿讲啊，半暝出来背咯，但係一落雨先咧，也出來背，背了去到咯，愛看海，一看就大啲海位暗蒙蒙，睇到鬼真正爽，一堆咧火堆個尾來看到火，伊撞入火內面，完了佢倒啲節了。都將啲人拖磨個生死了係咪啊？佢快樂啊！佢吹落死了。特別伊想講快樂，伊撞入去。呼叫了係咪數？看到一碗嘅肉。特別唔知講咧肉內面係咪啊？萬金有地，攏撞到了。所以今日本時啊，這人老咗，這個愛，嗰個愛，這個愛，嗰個愛。三擺你看伊行路的時，你看伊手勢叮叮當當，這個真正歹命。有時你看啊，你頭家水好命啦，我看你哦，第一手勢安尼坐，去食啊，你來叫講啊，那husband個歹性嘅，將來去 supermarket 啫，好我來，特別你看啦，三個字一冚啊袂了，幫病妹就冚，後尾就冚，頭前就冚。我看就看，他正個隻看啫，他正個要出嚟先，唔知這電罩有看無，他正這個滾水有看無，解了這個攏總就是不了看到啊，這世間攏總是這個肉緊的物件去掠人。那你講你使看個王個這個查某間，佢在王個查某間本是啥咯？王啊，像個這個叫啥的這個。嘅這個的，你去釣沙，你咧釣沙嘅真係大機，你大釣啦，他正學3分釣灘、3分釣灘、5分釣灘，定下尾四個頭都分釣啲肯定，你講大嘅真係，其實下尾分冇通釣，冇下尾通釣，特別你看王啊，一陣陣笑咩？一般是較濟伊無笑。去只陣陣看咩？有當時伊過會笑，所以這個看世間個了攏總是這個物件。伊安尼講了，伊笑了，伊甲王講：王啊，你要互我一半你祝福啊，我賣就是賣，我路就是咧吹消出這個苦海。這個明明沙王再講，安尼款會熱心的人，驚這自己會成功，伊討個這個菩薩。那是你談了這個覺悟，下無頭一個你就要來度啊！這個咱會節儉安尼佛教去做菩薩，伊講好，我來談了這個覺悟，我來找你。這條找你的時，正下句我咪講，這個拜公媽的經是大啲這邊嘅。所以離開這個一直找，大啲這個入大巴，伊找出去。佛教因了來啊，聖人啊，真正有名。這個是阿拉拉嘎拉瑪，這阿拉拉嘎拉瑪啊，伊教的路啊，就是講啊，這個三百六談到這叫做魯巴迦那，這三百六看到這個伊談到阿魯巴迦那就是伊講這個。The world of nothingness， 攏總是空，伊看。And after 對了後，伊看到個這個所在啊，未迄個這個貪，這個聖地，這個妄想 ，and 伊看唔着咯。第二道伊個去找過一個 ，and 這個大印度佛教第一出名，伊名Uddaka Ramaputta。這有那個拉瑪布達啊，伊會這個三百伊會看到咩啊？咱當人叫飛霄天，高家響邊啊，伊會精神會掂個三百。如果伊聽到，伊無聽；如果伊無聽到，伊有聽。伊叫never sanya，伊看到安尼邊。這個本是無迄個這貪。聖地妄想，
And although 伊这样啊，伊心会真啊集中集定 ，still 伊无跳出这个苦海。所以啲对安尼久啊，啲对来对去，看这个路的唔对，而这个唔对，佫袂要紧啊。本来伊家己入巴了，佢必须修这苦行，而你走的是伊啲修的苦行啊。有了5个米酒啊，渐啲对，还没这个5个米酒就听讲啊，这个释迦道太子啊来出家，伊他那要来找这个跳出苦海，会看到日团。咱来对，咱本把这根本会跳出这个，所以人就是对，把晒一看到这个是达到太子修的苦行，真正庄严。伊人真正庄严了啊，伊人渐了，就是对讲啊，正着伊安尼修甲安尼苦，正着会叹。三拜你知无啊？伊讲啊，就是讲啊，知讲啊，大啲这个世间啊。这个六根的物件渐白人，咱的释迦道太子呢想讲啊，正咱就要下达这个六根的物件。六根means目睭就爱看水，耳仔爱听好听，鼻孔爱味香香，嘴爱食好，骹手爱动，这个个了是咱心爱想，这个六根啊，就正就要放迄讲，甲你放迄讲啊，有人想讲是真正苦。咱一本知或者是安尼，伊是还未成，还未谈讲啊，一本知真正苦，咱啊苦个不要紧啊，伊真正啥咱就话讲真正凄凉啊，苦甲真正苦甲达达，咱伊感觉，伊心甲伊精神，若是讲你就要修甲真正。真正会使讲啊，9日凄惨，万路啦，你才会谈到这个 extraordinary human state， 就是讲你坐到9日深，万路你会谈到这个精神，较好过人的精神 ，extraordinary， 未来你会谈到觉悟，这你谈到觉悟了后，万路你会讲，才会明白。虾米正是讲啊，跳出苦海。你有时再讲啊，就要迄到这个落根的位啊，佛教的尖声，一尖无尖是思想浮起来，这个3个思想浮起来。伊讲啊，我他那啲找这个物件是真正艰苦谈，就要迄到这个落根，好我真正大苦。咱这个思想讲啊。像甲一个物件，伊讲你若是住伫江边啊，看到一个茶住伫水的内面，咱你要摕这个茶来点火，咱你一个火切，你来直点迄个茶，会倒袂？你讲袂倒，你迄个茶淡，住伫水本正淡，你个茶本正浸甲碰甲安尼，你要去点火袂倒。所以讲啊，这个就是像甲一个人。伊的这个贪嗔痴，甲了袂晓放迄个，外面本贪嗔痴，内面本贪嗔痴，伊袂晓放，到伊袂晓放啊，这个人安怎行本看无咯？所以再讲，若是我无放袂使。第二项，伊会搁一个思想浮起来，我来找着一支茶大啲，这个茶是淡落落，特别大啲大的地。我要来点我倒，本是未倒，这个茶淡，后头伊大啲大的地，所以安尼如讲点袂着，这个就是像一个人，外面伊卖插，特别内面伊啲乱，外面伊卖看，耳仔卖听，鼻孔卖味，嘴卖拍插，特别伊内面贪嗔痴无解，安尼本是讲袂使。咱第3个思想看，假如我来找着一支茶，住伫大大的地，这个茶大，我会点火会倒，所以明白讲啊，正就要外面唔通垃圾，内面唔通垃圾，外面唔通垃圾是啥物啊？
บ่บิน当真能灯看阿罗水不咧目标的声音真正这目标无正式的水人讲水你知无有的人啊北来北去转来转去反来到反去摕咧大力平衡直直反像个一个吉他手安尼样特别火声就真正所以讲目标到了伫城路呢你看到目标呢 figure of end 来讲哇好了你着掠就无变特别你的老兵可较厉害啊有当时你无看不咯你无看到特别你想到安尼吉他手有时人坐线了呢坐线了直直想要回不去这就是讲啊老兵贪钱是无迄个所以这个路行一看就明了后所以到安尼伊知讲伊就看咩要来大病咱你看伊安怎收的可行伊讲3摆我用我指他去这我这个喙的顶面安尼强直直关什么关好啊莫摇个咧目标一直实现的目标3摆啊唔通互伊走3摆我莫直直卡喙直直过特别这个伊用车力直直莫就爱过也莫互伊走诶伊用伊力太强伊香菇会听会苦伊看了是唔对路咱你看真正济尾来看咩到那是安尼我一行一直刮到尾来讲啊互我 stop 我喘气你看伊结到3摆莫喘气头莫喘气的鼻孔本袂使特别人听你结个鼻孔莫色甲面红你看伊内面的声伊讲会听到啥物件伫滚啊呢唔对尾来伊刮咩鼻孔不莫喘气气也不莫互喘气这个喙本看密你看伊讲啊像一个刀伫刮落内面安尼所以一行一直踩来踩去踩甲袂使3摆尾来啊伊讲啊像甲一个人像甲一个这太多的人啊我伫牙刀伫刮落肠仔肚still 伊甲了讲啊这个本是袂使伊伫收这个苦行啊大致险等于王将人渐来偷听咱再讲伊伫收这个真正苦的物件甲真正大凄惨逐个3摆有的翁讲看到伊死了你啥物事啊3摆无喘气顶去红去炎去所以讲翁讲也是人讲伊死了真正坐这个王的人走去讲我听伊死了特别伊的爸无相信我的囝来出事翁讲拢总来咱这圣人拢总本知讲伊把这个神道马那安尼快一下就死了了就安了所以讲我的囝毋是死我的囝入定太严甲正感3摆喘气本无佛教的점声伊无大致王将本相我查甫人修安尼苦我来大王将来食大食我买所以伊查甫人本一日食一顿伊本想讲我查甫人穿黄衫伊本大致穿黄衫我查甫人倒伫涂骹草伊本摕一个迄就是咧切一张安尼白做笑来去困所以讲啊我查甫人受啥物苦我大致王将本就要来打做安尼苦3摆尾来讲啊安尼我袂趁伊受这个苦6年的苦尾来讲啊到那安尼我一直减安尼起不咯3摆尾来一直散到尾来讲我莫食做一个佛教的점声翁讲你若是莫食你食做死我人无互你死
如若是 stop 咧食，我人要拍针，伊讲是 inject 啦 ，inject 咁样是我上下是拍针啦，要互你活。because 买来食买来你就要赚。所以看见若是翁公要来交骹手，伊唔买。咱伊买来直直食呀，三摆直直照甲三摆直直食，一粒诶一个豆，一粒诶豆煮起来像一头钟会水安尼样。And then 伊摕咧，咱会记晒咱诶即个即个啥豆水安尼。数紧头姜，安尼是直直食一顿。买来伊3到3摆，你摸伊磨，你摸伊香菇，伊磨落去。伊头壳碗上个细细粒揪去，本正咧磨是青板了，拍日了个剥了个揪，拢总古嘛都。你讲我骹喙皮上甲一个牛的骹食呢？And then 伊讲我摸我腹肚，我摸着甲只的即个灵骨摸着伊，所以你看伊啲手甲安尼可型啊，福州的点啥啊？魔王本正，实在魔王真爱，但你魔王看，伊拼干呢啊，惊伊会趁，魔王莫互伊趁，伊讲，你唔通安尼手安尼靠。你安尼好嘅人，你是太子来，你出来啦，来报事做王，and 你那是入家庭，你会谈到这个 universal monarch， 就是讲法轮神王。咁你谈法轮神王，咁你同世界贵咯，你后面通惊，and 福州嘅点声，同世界嘅会直接报事，一鬼你跳出开。所以，王惊讲伊收过头壳，惊伊会趁，所以卖互伊，他伊卖互伊。特别你有叫伊直直拼到尾来的时候，袂，福州的时候伊袂成的时呢，伊想着细汉的时，我差不多4-5岁，我住伫摇南，我住伫一个门城的位，住伫树丛骹，我的阿爸。啲离产，做一个天算讲啊，将啲啥定做的日子，因为阿爸啲离产了，规个即个产的位啊，真正济人来看，福州的点声，即系查某间啲故意的，本去看王啲走做只物件，伊带起来坐，伊坐了的时啊，3晚伊入定，伊摊着坐单定。这摊就坐单定了啊！这个白羊啲压伊啊无走，后头伊日7-8位了，伊白羊个关在有事。咱买来这个查某间看着安尼物件，安怎咧来路？你看咧太子，伊日头7-8位了，这白羊个有事，来走去互王看，就王看着安尼样，王看着真正各样的物件。这个是第2道伊跪的囝，头1道咧记无？伊咧老人，伊人要下咧老人个骹，咱咧老人讲袂使，即个较悬过我。咱伊看咧老人跪着囡仔，咱伊阿爸跪是头1道，这第2道伊看着安尼各样的物件，所以伊跪的囝。所以安尼啊，买来想讲，狗若是安尼啊，我就要来。做8条路了，我袂使渐渐来受这个苦刑。照啲受这个苦刑的是讲啊，在啲世间无一个人会受的苦刑上到我，因为你若是上到伊安尼，你定着死。特别伊袂死，因为虾米事啊？这个就是叫做nature's law，nature's law， 伊讲就是要来成道的人，要来成，你安怎做伊袂死。所以讲，到阮受甲安尼苦啊，可是少我袂趁啊，我换款，所以换款啊，伊入定，所以只入定落去，直直去，入定了不要紧啊，伊就到伊，做买来啊，伊
到伊入定嘅時啊，伊聽下講啊，我係上古安尼補了袂使，所以迄條嘅時啊，伊去偷食，就偷食了伊生肉，就伊生肉了，即個餓一啲到伊會看到，伊食物件了，袂當了，所以即個餓嘅本離開伊聽下像伊一人，這一人啊。是真正好，你蝦米說？到伊家己一人，伊在吐死大病，這個餓伊就離開了後，伊要吸咩？要大病，佛教嘅點聲病甲差不多，伊唔愛談着初丹定、二丹定、三丹定、四丹定，就 fourth 人啊談了後，咁把伊喘氣攏總無了。伊叫嘅時啊，伊入正定，伊知要話要談了。特別佛教嘅點聲有一個所在，大啲咧，你去布達嘎呀有一個查某，這個查某是名蘇加達。這蘇加達呢，伊做人嘅點聲，未做查某囡仔嘅點聲，伊有下一個願。伊講啊，若是講我今日啊，若是有影好命人。好我教人就一個好好嘅人，逐項照教完滿。第二項好我頭一個驚到有後生。若是講我大部人佫聽我，了我佫有一個後生，我要來大社員10年。有影，伊結尾來伊談一個後生，伊個大部人真正富裕。這個查某就是想講。今日應該我要來大布施，伊啲布施嘅點聲，伊摕1000隻嘅牛，伊只下到富王訂了這個1000隻嘅牛，伊互500隻食，500隻食了，伊訂這個500隻嘅牛，要互250隻食，200隻牛訂了，去互就100幾隻，安尼直直掛到尾來。伊互16隻嘅牛食這個牛奶，然後這16隻訂了，伊互8隻食，這8隻嘅牛奶了後，伊煮牛奶飯。你人今日若是講有去印度，人去布達嘎呀，你去布達嘎呀，不管是人去布施咧，布地球場啊，人愛煮牛奶飯，會記甲這個蘇加達大嘅功德。伊啲布施嘅點聲，佢自己啦，伊講，今日4月15，月關，今日我要來大社員，伊訂這個16隻了，互8隻食，伊看這個牛奶，伊摕這個牛奶煮牛奶飯，特別伊啲煮嘅點聲，伊看到這個牛奶飯正來咯，未訂咧牛奶嘅點聲，伊摕咧新嘅湯來，人要布施新嘅湯來。還有咧點這個牛嘅拔倒落去，嗰個牛奶家己流出來，你看到，哎呀，你來咯，物件無等訂落去，直直傳出來，這個本是啥講？天頂在講嘅點聲講，直直出來，歡喜個拔倒講，今日紅光大聲咯，就地出現讓我看，所以在啊，就安尼了，就睇到這牛奶啊大咧咯，大煮做咧，伊看到這個牛奶啊，有當時火多嘅時啊，伊無起，特別伊無流出。安怎係火不落伊無流出？伊個牛奶啊，伊起一泡麻布來。你看迄牛奶啊，伊翻，伊對 clockwise 啥時間呢？1點、2點、3點，伊無講到頭邊邊呢？安尼來咯，牛奶本上講啥人卡死安尼就安尼翻安尼，就今日紅光安尼出現安尼這樣好看，這個牛奶睇到這個安尼樣，個第三項伊個無冒出來，伊看了真正 special。佛教嘅點聲，阿無話講 excited， 唔捌看到安尼物件，安尼叫伊查某間，咁樣去掃咧桌頂啊，掃咧手掌，我要去社員。啲嗰啲咧長卡，所以查某間本嚟啦，去食，即係去教嘅之後，點聲佛馬路就出來了，那坐啲手長卡，伊唔
这里真啊掂了，佛教的尖声，你若是看伊啊，伊有出关淡薄了。所以出关淡薄啦，这个查某囝才起高呢，看到这个回烧的姐姐来啦，唔敢做咩人走进来，头家娘，家只眼光出现我看，嗰啲手张卡啲听台，伊头家娘就看了，安尼来咯，就安尼样欢喜唔起来。伊讲我查某囝听，有影无？咁若是有影，今日都唔是我查某囝，你做我走啊！你看，这下呢，伊切进去互伊查某囝听，切伊就走啊！他等伊煮只牛奶饭，伊下一个金的盘，这条金的盘，叫你100千，好野，真正好野，下100千。过头欢喜，叫你找这个100千的金的碗，你来保持。起高的点声，都看到人伊跪落去，好个不大。佛叫你看伊大点点，所以这也这里保持了后，伊讲 ，Reverend Sir， 你所爱下面互你成功。所以头一个查某会晓保持，最后一顿伊做菩萨的点声，食了这顿伊要来成功哦。这个查某食了这顿49日伊无食，所以你看这顿的功德啊，这个查某会使讲啊，唔知是安怎好才赚到安尼款的功德。所以这安尼好了这条这个食，好了佛食了啊，佛他等于讲啊，伊这个小食个查某干对了，伊家己慢慢一粒一粒伊食了后，伊去伫江边，这个江边是Naranja River， 你人若是去印度，你去看Naranja River， 那是做东的点声，伊浅上甲无正就上甲这个。讲真正安尼看呀，特别若是饮水的时啊，半地球会看，所以这个看，迄条是啊，再去干Naranja River了啊，伊本知讲伊会谈，如果真啊这项出现互伊知，所以伊讲啦，今日呢，若是有影我会谈着讲哦，这个碗唔通滴水流，滴水拍起。互我看，伊掂落这个碗，有影这个碗拍起，直行，直起顶面，然伊再讲，未来伊会谈。福建的commentary是讲啊，这个碗啊，正8千，佛教的钱若是正8千，我想是真正 special 的钱啦。他哪路人来找，不想正million路人会去找，有4个碗塌掉嘿。特别你人想讲会赚啊，人去学过咧，去大找未赚就是未赚。这福建啊讲是有影，最安怎未赚？因为有一个哪个灵王去过紧一个，古时甲古山啦成道的时，本是一个查某好牛灵饭，伊的碗下伫遐边，灵王过。第二个就是叫做讲那个嘛呐，一本系安尼个，一本有安尼金碗，一本这个碗都拍起去两个。第三个就是加18佛，第4个是伊个，所以再讲伊会看这个。佛就咩就是讲，这正就是差不多。actually 啊，过了后啊，佛伊忙着。5个梦做一下，阮是梦着这5个梦，伊猜讲啊，伊点声到了。头一个梦啊，伊讲，大致这个世间的点声，我伫困的所在啊，这个地啊是我的门床，我的这个左手大致这个我这左手大只是东边，我正手大只西边，我脚大只南边，
and 这个喜马拉雅大山是我的亲头，所以伊解决一切啊，真叫我成功。规个地是我的门窗，大山是我的亲头。That means the whole world comes under my power， 拢总会认识福利。所以你看阿非甲我点啥 ？All over the world， 全世界拢总在，无论他哪里看阿蒙甲了本来，因为你去看到底这个America 这下面甲了 France、Germany 真济 ，Germany 这个真的安尼哦，有啲什真济，所以再讲头一个伊再会谈。第二个帮伊帮着我所在的那边啊，第二个帮伊帮着讲啊，这个红霞，这个红霞啊，头壳乌乌，这个白霞，特别头壳乌乌，拢总直直锁来，这个霞来的水面连接，带起我的脚。高我的脚头有，咱伊再讲啊，真正济人会晓请，会晓保持，会晓守个戒，会晓节善，会晓对这个八关斋。结尾啊，有了这个穿白衫的人，要来跳出苦海真正济，这是这是第二项，第三项，伊望到一个山顶啊，山顶出去我多在一直山，一直起，一直山，一直起到尾啊，要起到这个云的顶面。你看这山顶到底多在一直升，一直起，这个就是讲啊，伊看到伊要发明的物件叫做八正道。人接受这八正道，你人听我有讲八正道三支道，人听好看。你来对真啊，你再讲是正，这是个这条路是跳出这个苦海。第四项，我看到四款的鸟，甲了无相识，大致东南西北飞来，伊人来了是拢总变白。得了，这个就是讲啊，无论你是 Brahmin， 无论你是王派，无论你是生理人，还是你是古理人，拢总得了啊，来接受变好，变白，变好的，变好就是讲啊，会跳出这个苦海。所以看，这个本是要贴明互我知讲，我伫对的路是正清晰。我会谈，第五项，伊看到像一个，会使讲西顿安尼样，真正垃圾的物件。你看，伊家己行伫这个所在，特别伊的骹，伊虾米骹手拢总清气无垃圾。这个伊本在讲，到底我来谈了，我去到咯，我逐项圆满，照交，特别我无一个贪。我无这个圣地，我无这个妄想，所以看到这个梦了啊，伊再讲结尾我就是会谈这个物件。未来伊安尼这个了啊，佢自己啊差不多是讲4月15半暝安尼自己去，一节一线，你看，伊入去头一定，佢就定嘅点先讲啊，有thinking。有 exploring， 渐啲想，渐啲查考，或者啲想甲查考，伊个心真正乐，这个乐啊，伊讲唔是乐见的乐，这个乐啊，无贪的物件，无圣地物件，无妄想物件，清气圆满，这个就是讲啊，我会晓禁这恶的物件，所以这个。甲我这个 born out of seclusion， 我无去参人，我大甲掂，我卖清甲净，然后我谈着这个初单定。still 你个是节善，这个未来啊，伊个思想拢总无 ，without thinking 无了 ，exploring 查考分无，特别伊乐
真正来真正上，and 伊本個經也買好一個落感動着伊個心，and 伊接了自淡定，個土司拼土司借，按照你接搞個一個坎站，伊買伊觀念呢啲平mindful 就正念，達行在個了。And your pleasure, your single, a more, 當我講真正快樂 ，feeling pleasure with the body， 也相互本真正快樂。And 這個就是講啊，伊 mind 漸漸平，伊接了三淡定。And 伊個直吐絲這個未來一看 ，mental joy and grief， 攏總伊拍到個了。Then he enter 接了這個四淡定，無變了，無 pleasure 了，無 call 了，無甜了 ，and 伊 mind 嚴清靜，接了四淡定。and 接了四淡定嘅時啊，望在了咯，哦，究竟接安呢就是差不多就要彈了。做魔王攏總甲了來作亂，你人看是啊，嫌暗你看啦，會又青又怪，叫你甲了是魔是詐伊，啥物事啊？這個人啊，那是伊成功了啊，真正這人要跳出苦海，魔王未掠你人，那是講佢心正定。then 搞個這個坎站啊，魔王作亂，做個未來啊，魔王要趕伊買回事，你所在嘅，伊坐到你所在嘅，正就是你談嘅嘢啊。人伊講啊，這個所在是我嘅，你看，咱嘅菩薩講，這個所在是我嘅，唔是你嘅。冇人講是伊嘅，伊講是我嘅。按照你嘅，我執嘅菠蘿蜜完滿，無一項我擔保錯本無，所以你別關嘅。and 佛教嘅咁聲伊啊，佛教嘅伊mind清掂，無一點嘅垃圾，10分會將真正乖真正掂 ，checkable 會假事，像一個物件，你用對物件，一按啊你好事用嘅物件 ，and then 別講 good stand by 你，別講你會都提了 ，then 伊 knowledge 就來。and 頭一間，伊看到了，看到咩啊？伊看到一時、兩時、三時、四時、五時，伊家己嘅名，伊看到㗎了，300幾百千million大劫，伊看到㗎了。and 這個就是伊看到伊嘅 previous 名㗎了，伊看個明，大啲大路伊出事，蝦米名？他們我食物件，就是我爸，就是我媽，就我大啲大路，攏總伊看，甲了明。and 佛教就是6點到10點，伊看到平定。and actually 是降我來了，伊看到頭一項。and 伊個字 ，and 這個10點到2點，伊看到啥物啊？特人。生老病死，唔是四山來啊，甲了有路，啥物事你出事有淚，啥物事你出事跳，啥物事你落苦嘅所在，啥物事你起頂面，攏總你看到感嘛殺價，看到攏總是因果啲做噶了，因果上一個紅姑煙啊，啲捉，他頂起就大撲，大粒紅姑聽吸，細粒紅姑聽捉，這個。蝦米貴，蝦米苦嘅啦，甜嘅啦，飲嘅啊，甲了是因果啲做路人，伊看到甲了，即個 past life 伊看到明，未來嘅了啊，伊看到安怎人落地獄，伊看明，頭先伊看到地獄了，這地獄唔是類似噶。真正這人講不要緊啊，no 不要緊啊，所以你看到，等你看到哦，天頂，一般看到，啥物事會做呢？天頂，老早逐人啲笑，
甲你无看到笑了后过要来哭，哭了要来甜，安怎样？你人想好看，今日你人会晓来做好，because你听到经，点做咩？到甲一半时分段进去了个做咩？一半时吃穿淡薄啦，去淡薄啦，去老抓淡薄啦，老抓淡薄了，会晓个三百里面入街啦，直去直学，所以你看无啊？大致这个世间啊，真正可怜呀，无稳。你今日大笑，你后个要落地嘅，按照你大笑，你砍的人，你bully人，你闹人，你偷睇人，你这偷睇，你看我搞我做，你看这个爱落靠。大笑呢？我有累，我这个爱我好咧，爱我这个爱我咧，爱我有摩托车，我有摩司机，我有内部，我有外部。老咗，特别你无想，又是个要落来，所以今日来看，大啲世间会苦，伊爱去决定，人就苦了，伊讲我唔通咯，我来做好咯，我受戒咯，受戒了咩啊？去决定了，我要受戒喎，免了啦，免了了，免什么啊？应过了得啦，又个要落来，所以。像个树林的行情，通探，一直大渐，所以今日那个人来要请，看好 practice 好，人你就讲啊，要买一过了，掂了，落进买，你 excite 路，你冷路去，靠唔就来是什么呀？靠唔就来啊，无债。我自己做，吐司饮啊，吐司做啦，吐司什么？人别记了，就你看好啊，这个三沙啦，有时苦，有时甜，有时苦较甜，又个苦，安尼虾米做啊？咱来谈亲戚，别决定讲，正要确定这个物件。所以到个这个看站啊，一掂了啊，一看到虾米是苦，正就是来抓啲三沙啦，31年是苦。你去做行工的苦，你做地基，你抓啲地基苦唔使讲了。咁啊，你抓啲无间地基，伊叫做虾米事叫做无间地基，伊无你 rest 半暝半伊人做，看明你做路。所以看真正苦，而这个苦跌到落来是这个。爱的心，直接爱，要了会要听呢，别听，愈爱愈有，你为了好嘅人，你教了未，无一个人敢讲这句话，我教了，所以这个你知满足心是这样，所以这个考是对这个爱，假如来迄个这个爱，你会请什么呀？这个我是无样。所以这个第三项就是看到别，要迄个这个我这个爱，咱对迄个这我这个爱，到了这条路，这个这条路是叫做八正道，八正道咩？你看到这个八项，你要正念，知着第二项正书，想着想爱人好，想爱家己好是 selfish 自私。想爱人好是无我无你，是爱你人好，爱你人好。这个了就是讲我这个我迄个，所以你人看到一个路行，头前你看到咩啊？无我无你，这个这是正见相信着对，正书想着对，正业口业思行骗话。西抓龙珠，你骂人恶毒，安尼讲人闲话，这个了咱买，安尼这正入正见，啥物正right action 是正入面唔通害人，唔通拍枪，唔通冲击人嘅物件，and then。落来就是
正命趁食着咯，唔通講地在惡毒嘅聲。And then 落來就是正清淨 ，right mindfulness。清淨 means 骨力隨時做好，你那是冇做，你那是買骨力啊，你未做好。And then 落來就是落來就是什麼呀？正念 ，mindfulness 你着着 ，and then mindfulness 是正思念處 ，and then 正定，定 means 你接着着嘅咯，一時間教你一行。有了這個北正道，你結尾要跳出這個苦海 ，and then 到個這個坎站啊，伊家己鋪起來 ，liberated I have direct knowledge，direct knowledge liberated means 啊，伊看到了，到個這個了，上到這個人看摩托卡，伊看到伊米的，嗰啲伊empty 了。摩托卡佢停了，伊看到在，即時了，我個無出事了，唔使去想，你看到就死了無來出事。And 這個就是講 liberated by what? Direct knowledge. How many use the word direct knowledge? 你家己會感覺到看到。啊！你嚟感覺到看到，唔是用想到嘅，伊無講想到，感覺到看到。Energy is not